好，大家好，我係 QQ，今日想同大家講嘅一本書咧，叫做《時間都到哪裏去了》。呢本書名咧係 The Time Princess， 咁作者咧係史提芬·葛林芬斯 （Steve Griffiths）。咁作者簡介啦，我哋講一講作者簡介先。史提芬·葛林芬斯咧係一個知名嘅作家、演講人、研究人員暨效能嘅專家，被視為咧時間、生產力同埋效能領域嘅頂尖權威之一。喺呢個過去25年咧，佢幫助咗好多高階嘅主管啦、執行長、創業家、軍方嘅領導人、職業嘅運動員、名人同埋世界各地嘅組織咧，發掘真正嘅潛能，達到巔峰嘅水準。葛林芬斯提供咗有策略、真正有效嘅系統分化，幫助人們咧更加善用時間嘅方式，協助個人啦或者組織消除效能差，充分發揮潛能。根據佢25年同埋成千上萬嘅客人共事嘅經驗咧，所以佢出版咗呢本書《時間淨化系統》The Time Princess。呢一個係我哋喺事業同埋生活中可以令我哋嘅生活多翻啲時間，為你嘅時間增添翻生命嘅最佳嘅方法。葛林芬斯嘅客人咧就包括做 roadshow 啦，或者美國海軍啦、花旗銀行、富國銀行、洛杉磯警察局同埋 NBA、MLB、NFL、NHL 嘅運動員同埋教練。佢咧就係出世喺芝加哥啦，曾經亦都係一個業餘嘅拳擊金手套大賽嘅拳擊手喎，贏得伊利諾州重量級嘅錦標賽冠軍。咁咧喺網上邊我都睇過Steve Griffiths 咧佢嘅工作經驗啦。咁佢曾經咧喺一個英國嘅紀錄部門入邊做嘢，應該都工作咗一段好唔長嘅時間嘅喎，大約10年以上啦，屬於中長期嘅職業生涯嚟嘅喎。佢之後咧先轉去做呢個企業培訓時間管理顧問啦、壓力管理講師喎。咁呢一個喺英國紀律部隊咧工作咁多年，佢長期咧係處於高壓啦、輪班啦、時間制啦，被完完全全咧掌控嘅環境啊，唔係佢可以自己掌控自己嘅時間。正因為佢經歷呢一啲時間唔屬於自己嘅職業生涯，所以佢後嚟轉型做呢個時間管理嘅顧問，專門研究點樣可以將人重新掌握翻時間。咁呢一樣嘢咧，就即係證明佢長期喺呢個體制底下積累咗好多壓力啦，時間被控制啦，人生嘅節奏好固定啊。咁佢係喺大約30至40歲嘅期間咧，先至問：我係咪咁就係一世咧？我人生淨係得翻工作。咁佢嘅轉型期咧，就做咗呢個教練啦、顧問同埋呢個作家啦。咁喺呢個好多時間管理書嘅作者咧，其實都唔係一開始就識得管理時間㗎，而係曾經都生活過一段完全冇時間主導權嘅環境入邊，先會反思翻點樣做翻一套屬於自己嘅人生時間系統啦。由於一個時間完全被紀律部隊嘅成員控制住，到咗佢成為一個教人重新掌握人生時間嘅顧問，其實佢本身已經係一個時間醒覺嘅例子啦。所以呢一本書係真係可以幫我哋曾經失去時間主動嘅人啦，重新奪回呢個人生節奏之後嘅總結啊。咁講翻本書啦，全本書咧就分咗3個部分啦。第一個部分就係做好準備，第二個部分就係時間淨化嘅流程，第3個部分就係增進翻時間嘅效能。從3個部分嚟睇翻啦，其實咧我覺得3個部分入邊嘅章節都可以打橫翻喺3個部分嘅入邊喎。咁當日咧，我喺圖書館租呢一本書咧，係睇得到其中一 part 係好吸引我。關於如何使用時間，其實學校咧從來都冇一個正式嘅課堂啦，去教我哋點樣可以用啱我哋自己適合自己系統嘅時間。時間其實對人人都好公平啊！從細個到大個都聽到話，每個人都係一日得24小時，即是話咧1440分鐘，冇人咧係多1分鐘，亦都冇人係少1分鐘。喺呢個出世同埋離世呢兩個時間嘅之間，呢個就係我哋嘅人生。你嘅生活品質就係取決於你點樣用你嘅時間。呢一個咧就係正正我點解想租呢一本書，想睇一個新嘅觀點，點樣看待時間嘅壓力。咁一路睇呢本書咧，打開本書，其實咧我都有幾個星星嘅 sticker 啦貼咗喺度啊，咁都想同大家分享翻啦。其實咧有幾 part 咧我好深刻印象嘅，時間效能 versus 時間管理。關於時間管理，我只係有一句說話就係忘記咗佢。咁點解本書會咁樣寫咧？其實佢寫得好好啊。因為咧，我哋之前咧會成日諗住時間管理就係今日目標係要完成啲乜嘢，時間咧就係定量嘅，好稀有。我哋平時嘅心態咧都覺得時間左右啦，支配咗我哋。時間係你要去管理嘅對象啦，聚焦時間本身啦，每1個小時都係一樣啦，任務嘅導向啦。但係時間嘅效能就係目標要完成，同時亦都要提升個效能。時間係可以擴展同埋擴充㗎，好充裕。心態就係你係時間嘅主人。時間係你嘅盟友，聚焦你同時間嘅關係，你可以改變1小時嘅品質，體驗佢嘅效能，以人生嘅目的樂趣嚟滿足個導向。
了解咗呢兩種心態嘅分別咧，從時間管理嘅心態改變為時間效能嘅心態，就會增加咗我哋時間品質體驗同埋效能。喺呢個新嘅心態之下咧，你對時間嘅諗法就會唔同咗啦。咁就會將時間一個小時入邊咧可以創新嘅可能性就可以做得到啦。咁所以係我哋去掌控時間同埋運用時間，當你咁樣諗咧就會非常之好啦。咁啊，了解呢兩個唔同嘅作業系統啦，係啦。咁另外咧，我藏書入邊咧一個好深刻印象嘅對話，咁作者都有寫啦，話佢最喜歡嘅一本書咧係拿破崙希爾撰寫80幾年前同魔鬼嘅對話，真係信唔信就由得你啦。拿破崙希爾當時太驚啦，佢唔敢出版呢本書，因為佢好擔心唔知人咧睇咗會有啲咩反應，所以佢嘅書稿咧一直都放咗喺書架上面，直到佢離世之後咧先至被發現喎。經過咁多年嘅爭論咧，佢嘅屋企人最終咧就以佢嘅名咧出版咗呢本書。書入邊咧，拿破崙希爾同魔鬼面對面咁坐低對話，咁唔論佢問乜嘢啦，魔鬼都必須真實咁樣回答。希爾問：你點樣可以驅使人去做你想要做嘅事情呢？魔鬼猶豫咗一下就答：佢諗緊，其實可唔可以揭露呢個咁大嘅秘密？考慮咗一陣，佢就答：人們唔會獨立思考，100個人當中有99個懶得獨立思考，所以我好容易使佢哋迷航去做我想佢哋做嘅事。咁希爾又問：但係你點樣可以做到㗎？實際你係如何做到㗎？其實魔鬼咧就唔想回答呢個問題，希爾就睇一睇佢：你承諾過我要對我講實話㗎。咁魔鬼就回答：我好清楚點樣可以每個人迷失嘅要點，我知道晒你哋人類嘅弱點。有啲人嘅弱點係性愛、毒品、貪食，其他人嘅弱點可能係過度購物或工作。一旦我讓佢哋脫軌，我就能夠控制佢哋，佢哋就進入咗被催眠嘅狀態，聚焦我要佢哋聚焦嘅事情上面。自此我就能夠驅使佢哋去做我想佢哋做嘅事，佢哋都無能為力㗎。希爾話：哦，咁人點解可以能夠戰勝於你呢？如何避免落入你被催眠嘅狀態啊？其實魔鬼好唔想答呢個問題，但佢根據翻承諾，佢必須話。因此佢諗咗一陣，佢終於就答：你只要開始識獨立思考就得啦。最重要嘅係人生要活得有目的，一旦聚焦於你自己嘅目的，致力於實現你嘅目的，我就再冇辦法去征服你啦。咁睇完呢一個故事咧，深切嘅含義就係，每當你唔係聚焦緊你自己人生上真正想做嘅事，你就好容易俾時間荼毒，你會令到你做一啲分心、污染事情所害，變得迷失，朝往咗錯誤嘅方向。呢個故事入邊嘅魔鬼，其實就係指我哋嘅目的冇益，或者冇任何事係去看住個目的去做。比較令人驚嚇嘅就係，其實而家我哋現代嘅社會就係變咗一個魔鬼咯。咁再之後咧，星星另外呢本書令到我最近都好深刻體會，因為應該早2個月前我分享我想做保險啦，咁就入咗其中一間 agency 公司啦，就唔開名係邊間啦。咁咧其實當中而家要處理嘅事情好多，咁我又認識咗 BNI 嘅一個會友啦，咁佢又識得同我分析，其實你係最緊要了解你自己而家真正想要做緊嘅嘢，你要知道你嘅時間浪費咗喺邊度，就阻礙咗你要達成嘅結果。我哋而家要擺脫嗰啲時間，去荼毒咗我哋之前嘅時間，奪回翻我哋自己嘅時間，奪回翻時間之後就重新投資翻我哋嘅時間去做我哋最重要嘅嘢，了解、認知、擺脫、奪回、重新投資。咁呢一樣嘢咧，就係令我深深咁體會得到，唔通我呢個會友佢都咁犀利睇過呢本書，其實就係應該係吸引力法則，就係我哋要了解自己啲情況啦，認知翻我哋自己嘅問題，擺脫翻呢啲問題之後，就重新奪回翻我哋自己嘅時間去做。所以呢個咧係全本書入邊，我覺得都比較深刻印象啦。我一定要去行呢一樣嘢咯。咁至於點樣奪回時間咧，其實書中都好多大量嘅 example 啦，例如冇花費一啲時間喺無謂嘅社交嘅活動啦。咁要識得學習拒絕啦。咁書入邊咧都好多拒絕嘅 example 俾過我哋參考啦。例如話要識得講say no， 即係例如人哋約你嘅。咁你就話多謝你嘅邀約啊！如果可以咧，其實我都好願意出席嘅，但係我而家目前嘅工作好多謝你邀約我啊！但係我哋而家呢個時間已經 book 咗人啦，好感謝你記得我，但係我已經有其他嘅安排。書入邊咧真係大量
大量嘅 example 去教你點樣推人哋一個藉口啦。其實我覺得都幾好嘅，好似個工具書咁樣啊，解釋我哋點樣做。咁另外啦，佢都會教我哋點樣 set 一個目標啦。咁目標下底要寫出我哋嘅原因啦，同埋要係可以量化嘅。咁 SMART 咧就係出章節第一部分啦，我哋級 1 嗰時佢哋都教 SMART， 即係係要可以量度嘅方法啦。咁跟住之後先至可以達成啦、次要啦同埋時間軸啫。SMART specific, measurable, attainable, reference 同埋 time center， 即係話明確、可評量、可達成、次要同埋有時間軸。呢啲都係一般咧喺呢個教一啲公司去 set target 嗰陣時會做嘅嘢啦。拒絕啦，就係頭先我講大量嘅 example 教人點樣 say no 啦。咁全本書咧，其實我覺得都好值得大家買翻屋企擺喺度，隨時隨地咧，當你自己覺得哎呀我嘅時間好唔夠用啊，咁我可以點樣奪回翻自己要有嘅時間咧？久唔久覺得自己啲時間用得唔好咧，咁就攞翻本書出嚟睇啦。另外咧書入邊都會教，當你好想專注做一件事嗰陣時咧，就將部手機例如瞄咗佢啦，校咗靜音啦，或者熄咗個機啦，咁令到嗰件事係你部手機遠離你先可以專心工作。咁佢亦都有講其中一 part 我都覺得幾深刻印象嘅，就係例如淨化我哋部手機少少嘅改變咧，就係將一啲冇用嘅社交媒體嘅 apps 咧，就叫我哋 delete 咗佢。例如 Facebook 啊、Snapchat 啊呢啲會成日都會捉住你嘅注意力嘅，你移除咗佢唔好玩。咁另外我就唔係好agree，例如佢話
你自己做個 email 啊，關閉所有通知。我覺得呢啲都係你想去 focus 做一件事嗰陣時就去做啦。而佢冇用嘅應用程式，我覺得呢 part 真係好重要嘅。做嘢嗰陣時咧，就 set 咗部機咧，就係例如放響房入邊嗰個櫃桶啦，或者餐桌上面嗰個櫃桶，我覺得都係一個好有效嘅方法啦。咁有人想實現，有人希望實現，同埋有人設法實現，咁亦都幾好嘅，我覺得即係佢會寫明一啲比較勵志嘅句子嘅，其實你當係心靈雞湯咁啦。當你遇到覺得時間好唔夠用，你就攞本書出嚟揭一揭啦。咁另外書入邊都有提到要擁有一個足夠嘅睡眠啊。佢亦都有講到超過1/3嘅美國人啦，其實成日都唔夠瞓，唔夠瞓咧，其實就會影響我哋嘅決策、反應能力慢，思考能力慢，記憶能力下降，免疫系統下降啦。所以佢自己係一個教練啦，作者，咁佢亦都會成日提翻啲客一定要有充足嘅睡眠先可以幫到做呢一件事咯。係啊，當然佢都有大量書到去到最後，例如點樣放鬆啊，點樣呼吸啊，點樣飲啲提神嘅飲品啊，生活入邊一定要配合運動啊，要聽音樂啊咁樣咯，都係好多好有用嘅方法啊。咁所以我都覺得其實係幾值得睇嘅一本書啦。咁好啦，講埋本書睇完之後於我有何益？總結嚟講啦，睇完呢本時間都到哪裡去了呢本書對我最大嘅得着咧，其實我唔係學識點樣做多啲嘢，而係學識點樣停止做一啲唔重要嘅事。第一個得着，我開始睇翻自己啲時間用咗去邊，幾多時間其實用咗響俾手機社交冇意義嘅事情入邊消耗咗。原來問題唔係冇時間，而係時間流失咗。第二個得着，我學識咗做時間嘅斷捨離。我開始問自己每一件事值唔值得我用我自己人生去交換，慢慢減少一啲無效嘅社交啦，無效嘅忙碌，將時間留翻俾真正要做嘅事。第三個得着，我係識咗每日只係做重要嘅幾件事，唔好再用一個做極都做唔完嘅 to do list 去壓制住自己，而係每日只係聚焦，例如3件最重要嘅事，反而就係更加有效率，更加有完成感啊！呢個方法我已經用咗1個月啦。第四個得着就係我建立咗邊界感，我開始明白，如果我唔設定一啲邊界感，其他人就會幫我安排我嘅時間，所以我要學識拒絕，學識唔即時回覆，學識為自己保留專注嘅時間。第5個得着就係我學識咗用投資嘅角度去睇時間。而家我會問自己，呢一段時間係唔係投資緊我嘅健康、關係同埋成長呢？時間唔再只係完成任務，而係投資人生。最後用一句做總結，時間唔係用嚟填滿嘅，而係用嚟投資。你點用時間，其實就係你點用你自己嘅人生。如果你都覺得自己好忙，每日好忙，但係又唔知自己忙緊啲乜，我咧就比較推薦大家睇呢本書《時間都到哪裡去了》。如果你都中意呢一類型嘅書嘅分享，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我之後會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學多書籍可以幫助提升人生節奏嘅書啊。